改现场上新的情形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继续关心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，韩国瑜正式宣布和张善政合作。经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有什么款的看法？来听上新的讲法。 真的确定没有办法选到底，因为亲民党这个门票好像没有，没办法选到底。我对国家对人民这个服务的一个这个心意呢是从头到尾都不变，一定坚持到底。那未来发展怎么样就顺其自然。那韩宣没有拒绝韩市长当副手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我们当然给予尊重跟祝福。所以看好韩张配吗？他们宣布才算数，但是我们给予尊重跟祝福跟宋主席谈的怎么样？谢谢我们的局长，怎么看他要跟郭台铭为我们颁发这个阶段的奖项。我们乐观其成啊，也给予祝福啊。台中基机厂董事长好不好？韩张配刚刚已经宣布确定成型了，韩张配已经确定成型了，刚刚有宣布。我刚才有宣布了是那更加的给予尊重跟祝福。那如果说没有拿到亲民党的门票，未来会怎么规划？我从头到尾就是一心一意，还是坚持为国为民，继续奉献努力好，谢谢啊。